各位嘉賓、各位校董、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家長及我哋親愛嘅校友同學們，大家好！今晚我好高興夠同大家聚首一堂，共同慶祝我哋學校80週年校慶。回顧過去一年，學校舉辦咗唔同嘅類型80週年慶祝活動，由精彩嘅80週年校慶啟動典禮、暨聖誕高桌晚宴揭開序幕，到之後非常成功嘅8月校慶、沆瀣蝶話金色，每一個活動都印證咗我哋全體師生嘅努力。學校能夠有今日嘅成就，離唔開各位持份者嘅鼎力支持。在此，我要衷心感謝各個政府部門、船舶業界、家長及我哋最強大嘅後盾——舊生會。喺呢度，我要代表學校向舊生會致以最崇高嘅謝意。大家都知道，今晚呢段豐富嘅80週年校慶晚宴，全數費用都係由舊生會嘅慷慨承擔。不僅如此，佢哋更全資為母校興建嘅校史館嘅費用作出貢獻。我哋俾啲掌聲俾舊生會。呢份對母校嘅飲水思源嘅深厚情懷，實在令人動容。我希在座每一位未來嘅畢業生都能夠將這份優良嘅傳統傳承落去，積極加入舊生會，繼續全資支持各位師弟。提到學校嘅發展，我哋不能夠